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2月初一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0篇第1节到第7节，17节到19节。撒迦利亚书14章第1节到第9节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1节到18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望。台湾的大选还阁剩40几天，时常伫咧每一届的选举的中间，就听到人讲一句话，就是讲人人有望，个个无有把握。咱真正有望吗？伫咱的生活中间，特别是对基督徒来讲，望是上帝所赏赐予世间人上大的恩典之一啦吼。但是当咱伫这个困境的中间，特别是这个困境的中间，咱所需要的，就好像亲像以西结书37章所描写的情景。当上帝应允要实现的时阵，人伫望的中间，就要亲像伫迄个死人骨头的中间，会通生出肉，也要生出皮来，成做有血有肉的活人。所以咱知影世间人的望是出在伫上帝，出在伫圣神，也出在伫基督。并不是任何人家己的能力。对灭国也是讲受领的以色列人民来讲，因所感受到的是有迄种无望，因为亲像撒迦利亚先知所有言关于耶路撒冷甲列国的代志，圣经安尼讲，看咧，上帝日要到啦，人要伫你的目睭前分你的担来的米，我要调集万国来攻击耶路撒冷，城会受攻破，厝会受手劫，有人受凌辱，城内的居民一半互人掠去，剩的留地。后来上主会出去甲遐的国交战，甲以前相款。伫迄日，伊会徛伫耶路撒冷东边的橄榄山。橄榄山会对中方离开，一半往南迁徙，一半往北，对东对西形成非常大的山谷。恁会顺这条我所分开通到亚西的山谷逃走。亲像恁的祖先伫犹太王乌西雅的时，因为地动得逃走相款。上主我的上帝会带所有的圣的来做伙来。迄日无日光，袂寒，袂落霜，阁有一个真特别的日，只有上主知。无分日时还是暗时，因为暝是毛光。迄日会有活水对耶路撒冷流出来，一半流去东边的死海，一半流去西边的地中海。冬天、夏天拢是安尼。上主要做全地的王，迄日。上主至尊无对，伊的名独一无二。无论是遐个比利的以色列人，或是遐个留伫犹大的
这个村的人民，拢真做无有愿望的人。就亲像先知撒迦利亚所讲，咱拄则看到的，看咧上帝的日要到，人要伫你的目睭前分你手内的面，我要调集万国来攻击耶路撒冷，城会受攻破，厝会受抢劫，妇人人受到凌辱，城内的住民一半互人掠去。村的老地，后来上主会出去，甲遐的国交战，甲以前相款。无偌久发生伫以色列地的哈马斯的攻击的事件，迄个情形好若亲像这个类似圣经的记载，先知的话，也有人被杀。有妇女被凌辱，有人受掠去，或者是对咱来讲，咱无有遮尔深的感觉，但是对伫在地遮的犹太地的以色列人，确实感受真深。其实就好若亲像真济伫国外的台湾人，对伫国际上无有国家地位的台湾，有真强烈的祖国认同以及台湾国家认同。因为伫国外时阵呢，时常会拄着人的歧视，嘛拄着因为无有其他国家认可咱的国家的地位，来遭受打击、打压。这种的危机感，使得台湾人就有迄种好若亲像被灭、被掠以色列人共款迄种失去愿望的感觉。但是不离个呢，这伫外国的台湾人，却甲以色列人共款，相当有真韧性啊！吼，伫国际上时常来得到真悬的肯定。好若照统计吼，台美人伫亚裔的移民的中间，被认为是学历普遍上悬，就业顶悬嘛普遍上有成就的一个国家。更较重要的是，大多数这的台湾移民对台湾真有认同感，也真意爱对台湾做有利益的代志。帮助提升台湾伫国际的地位。其实信仰嘛是安尼，当咱愿意遵守上帝的旨意，对教会有热爱，对上帝、互上帝来爱咱的生活的时阵，咱就有愿望。保罗写互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批信中间。写着讲，互上帝欢喜的生活。保罗安尼讲，最后兄弟姊妹，阮也有话要甲恁讲。恁有接受阮的教示，知影着安怎来生活，才会当互上帝来欢喜。其实恁有照安尼的生活，不过阮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，佮苦劝恁，着爱加倍来努力，因为恁知阮有奉主耶稣的名，甲恁指示什么？上帝的旨意是爱恁圣洁，无有淫乱，互恁逐个人会晓得用圣洁甲自尊的心控制家己的身躯。无亲像毋捌上帝的外邦人在放纵情欲，毋通侵害，嘛毋通欺负同信的兄弟姊妹。阮已经有甲恁讲，嘛有严严甲恁警告，做即款代志的人，主会报应。上帝毋是护掉咱无清气的生活，是护掉咱过圣洁的生活，所以拒绝这个教示的，毋是拒绝人，
是拒绝属灵圣神的上帝。关系兄弟姊妹相听的事，无需要阮写什么予恁，因为恁家己已经受到上帝的教示，予阮相听读，互相听读。其实恁有照这个教示对待全马其顿兄弟姊妹，毋久兄弟姊妹愿苦劝恁加倍努力，照阮以前的所吩咐，恁着日子过安静的生活，尽家己的本分，亲手做工，安尼恁就会当得到会外的人的尊敬，无需要靠别人的帮赞。亲像咱头前所讲过，伫迄个绝境的中间，只要愿意自助的人，才会当活出这种有愿望的生活。这是保罗甲咱讲的。伫绝望的中间，才会当有真正的愿望，甚至伫面对死亡的威胁的时阵，保罗安尼继续来劝勉帖撒罗尼迦教会基督徒，伊安尼讲：兄弟姊妹啊，关系已经死去的人，阮爱恁知，才免亲像遐个无有愿望的人安尼在悲伤。既然咱信耶稣有死，有个活，所以咱嘛着信上帝会通过耶稣带遐个已经死去的人，甲伊做伙来。按照上帝主的话，恁甲恁讲这个事，就是咱才会伫主来临的时要活地的人，袂比遐已经死去的人大声来见着主。命令一个出天赛长的声一个发，上帝喇叭一个弹，主本身就会对天顶降临。遐个死已经信基督的人会大声歌活，然后咱才会要活地的人拢会甲因做伙受接起魂来，伫空中甲主相见，安尼咱就会一直甲主做伙。所以恁着用这的话互相鼓励。基督徒的愿望不但是伫生活中会当赢过所拄着的困难，对伫死亡来讲，基督徒佫较有愿望啊。因为咱的死伫信仰上看就是困去，将来要到伫上帝的家，就要佫伫遐来醒起来，享受永远的活命。这是基督徒永生的愿望嘛？因为安尼，基督徒就袂有惊吓，也就是讲无用去惊吓来讲这个死亡这项事。反倒当这是一个蒙福的管道甲愿望。诗篇80篇第1节到第7节，以色列牧者带约瑟，亲像在带羊群的上帝啊！求你暗耳空听，坐伫天使基路伯宝座顶的主啊！求你发出光，求你伫以法莲便雅悯马拉西的面前来显出你的权能来救阮。上帝啊，求你互阮复兴，互你的面光照阮，阮就得到解救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！你对你的子民祈祷发受去要到偌久？你互阮用目睭做饭食，用规碗目屎做水啉。你互隔壁国因为阮三钱，对着做阵甲阮啼笑。万军的统帅上帝啊，求你互阮复兴，互你的面光来照阮，阮就得到解救。17节、18节，愿你的手保护你正平的人，就是你为着家己所竞选的人。安尼，阮就袂背叛你，求你甲阮救我，阮就要求叫你的名。感谢上帝赏赐阮愿望，无论阮拄着什么款的境遇，阮拢会当靠主来坚强，要为
因为这个生活环境的变迁，感受到生命呢起起落落无定着。伫急难的中间，会通靠主坚强；伫困苦的中间，来坚定活靠。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